着出生时的重量吗？这男生是2400，然后就是让爸爸妈妈感受一下他出生的感觉。所以这个重量真的就是2400公克，是，就是他出生的重量。每个人生命中独特的象征密码，也许是小时候爱穿的衣服、可爱的绰号、当兵的回忆，透过手工缝制的 Q 版娃娃留存下来。这个男生他手上有一只这个大炮，因为他是炮兵。有的男生是求婚用的，所以他还会写信告诉我他们求婚的就是结果如何这样子。缝针、塞棉花、装填塑胶粒，基本塑形完成之后，喵宇仔细看着客人寄来的宠物照，花纹得一样才行。对他而言，订单上密密麻麻的要求不是啰嗦，是珍贵的分享。一个心意交在我身上，我必须要用这个心意去做出来。这只是他过世的，然后所以做一只，就是主人希望做一只纪念他。就像自己也会想帮女儿做个纪念娃娃，回忆和感情让每个作品都有独一无二的美丽。像这一对，他是结婚的时候要送给爸爸妈妈的，会问爸爸妈妈说：“你还记得我刚出生的重量吗？”尤其是现在那个新人结婚，蛮多都会希望这样子送一个特别的礼物给爸妈这样子。可是你看这个3公斤要做起来无按简单，这并不容易做吧？用了一点时间，用了一点时间。时间会流逝，却可以用方法留住感动。这个客家女子用创意和巧手艺帮很多人圆梦。透过双手传递感动和温暖，就创作而言是独特的成就。要做起来无按简单，用了一点时间。要做起来无按简单，用了一点时间。